化身啊，有胆大的朋友呢，今天下午啊，可要走上来，让我们演员把这个本儿拿到你的跟前，拿到你的跟前啊，摸一摸蟒蛇背水柔滑又智慧。今天下午啊，咱们时间差不多啊，有大蟒蛇。留作纪念啊！这个蟒蛇也不能在外面时间太长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天气寒冷啊，冬天它是要冬眠的啊。在外面你看它呢，不能待的时间太长。你看在这个箱子里边还要盖被子的啊，在外面时间长了它也会感冒。蛇呀，跟咱们那个插板那个线长度差不多啊，是3米多长啊。我们这个插板的线是3米长，这个大蟒蛇呢，基本上也是3米长啊。来给它搞回来啊，装里边啊，不能时间太长啊，地上有点凉啊，地上凉它容易感冒，感冒了会拉肚子的啊。你看我们演员还拿了一个暖水宝啊，暖水宝还要给它加温的啊，要不然的话它会冻坏的。冬天这个蟒蛇呢，大家要知道冬眠啊，冬眠它不吃东西也不动啊。我们这个为了不让它冬眠啊，加温加暖的啊，不能让它感冒了。不能在外面时间太长。朋友们、老乡们，你看我们今天呢啊，搞了一天呢，一顿饭还没有吃啊。我们休息一下呢，给几个孩子搞点吃的啊。